gotta not be no well. Matu body, yeah. Shut it.想袂到今仔日天气这尔好安尼。是啦，前几工啊吼，咧落雨，今仔日你甲看日头足炎的 ，very good。搁咱可能来遮，嘿，浸一下咱的骹安尼。这个吼，哦，伫咧金山，较等下真正就烧的，当然，就烧的啦，较等下。啊！这真正有烧呢。有够烧啦！咱这温泉太烧啊，太烧的。我原本想讲要来讲一寡啥物，结果因为伤烧，我煞拢袂记了我要讲啥。你讲啥？金山这个好所在，咱原本食的这个汤吼，嘛甲金山共款有一个金字。这日本人看这个汤安尼金闪闪，安尼金光闪闪。哦，这个叫做金汤啦，黄金之汤。啊，像讲今咱这浸一下骹吼，这对咱身体真好，因为食的这个汤吼，伊内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物质，什么？叫做铁离子。哦，铁啦，铁质啦。好，所以这个汤你看伊打出来的时阵呢，伊其实是透明无色的，但是伊只要接触到这个空气的时阵，伊随着开始变色，变做是种金光闪闪、水气千条、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啊，都唔着庄稼林要出来，啊，就骹会碰拍，安尼哦。我的这皮肤伤油啊，哦，你知道？因为有的人吼，有血素的人，伊的迄个骹较无遐敏感，伊迄个末梢神经无遐好。啊，但是我的末梢神经做好。你的意思是讲，就是你的规 DNA 原来是保持一个真少年红婴仔的迄种感觉。差不多安尼，啊，较强就是呢。你去甩一遍者，我表现我去看者。你今晚要创？你今晚要创？哦，哇，想袂到讲你遐穿安尼军便服，搁会当浮力挺身，真正敢若有教招的感觉呢？安怎？袂喘啦。啊，就讲你的迄个骹吼，因为咱一般。在浸的时阵是啊，拢有一个漂浮物会伫这面顶有无？有人讲油还是骹皮还是啥物物件？迄无要紧啦。然后我跟你讲，这日本人一看到，就讲这个叫做汤之花。啊，油诺哈拉的是。油诺哈拉，所以啥物物件吼，拢叫日本人形容，拢变成是种文雅、像雅气。啊。啊，恁今是对倒位来的？对新店。
新竹专工来遮哦。哦，安尼新哦。店呢，赞呢，是你看台湾就是足方便呢，都方便的。一工就会得安排真济这个满的这个行程，啊，够丰富，是啊。对不？啊，来遮浸卡浸了，连面买去对啊。可能来迄老街有无？嘿，嘿，食海产啊。重点，咱台湾的美食，啊对啦，赞，浸了它较有腹肚通去食，嘿嘿啦，济啊，食较济，无来一抓嘛无容易对无？嘿，无简单啊。真的是血液循环很好，嗯也舒缓情绪。嘿哦，对啦对啦。压力较大。阿姨啊，迄个浸卡对你来讲啊，有啥物好处？来讲者。很好啊，有很好，那个，嗯，血液循环哟。好好好，哦。有会通啊，会通。哦，啊你有感觉足通袂？真通啊！什么叫做你有感觉足通的？有啊。咱这个所在你算熟悉吧？因为甲你熟悉啊，甲你住的所在近嘛。嘿嘿，啊，定定嘛来遮，遮也真侪好佚佗的所在啊。啊是讲这边吼嘿，这个金山较早敢若嘛有一个古地名吧？金包里啊，啊对，咱今日吼，今来食金包遮就金包里啊，这嘛是上出名。金包银嘿，哦，啊金包里安尼，啊遮朱河宫啦，朱河宫即马敢若这电器啊的款，就是要起到大间的啦。是哦，这用请搁设安尼会使，安尼会使。迄边就是迄落啊，金山头粿啊，哦对啊你啊鸭肉就伫内底啊。哦炒仔粿就是遐，咱连面来买食迄落菜脯米的炒仔粿安尼。好，安尼咱来看者。有。今摆你看哦，金包里的朱河宫对无？这真正是清朝嘉庆君14年的时阵呢。西元109年，较大啦，你看看。想袂到讲今仔日，这嘛是拜六礼拜，人就不哩啊济，不要济啦，即摆拢今仔日就无日啦，天气好，啊个春分，对这季节开始，就爱讲，你好，还有足传统的干妈店呢。干妈店啊，啊，这有可能卖迄个剁迄款的。哦，大哥，哦，你好，你好，你好，哇，你好，难得看到大哥啊！哪里你好，你华人的你好，你好，这拔丝地瓜，嘿，我开枪决赛没？哦，大哥一定啊，歹势啦，歹势，这有时候看戏寒气。哦，你真正朴素朴，啥物拢知。哦，It's really lovely。拢现做的，拢嘛赞的，对吧？不过好像，恁拢早时拢现做的哦。工拢爱现处理，拢现做，对哦现写现剁。咱甲开遮市的。好，安尼两鸭，啊，我两鸭甲你买一个，谢，来去。真正就好食。即马刚刚这边就是有一半的产品就是拢以韩籍为主，是啊讲什么？虾饼，这嘛卖虾饼啊。嘛有虾饼，有啊，有蛙海嘛，有讲蛙海。好，哦，就是这间盐记，哦，盐我向卖记住，
我拄好是毋是讲要食炒粿？嘿，有无？菜脯米的，对无？对。伊咸是鱼啊有素的乌龟壳，啊，嘿啦有一个粗的，啊，有一般的。比如讲你妈妈食菜吼，对啊，你要甲买两个啊，哎，买素买食的，嘿，诶，摕等好食安尼。对嘿啊，恁这间几年啊？已经20多年了。你十几年啊？对啊你十几年啊？我已你十几年？经是第2代了。第二代啊吗？第二代啊第二代。有啊，这是菜脯米的。超阿龟，它里面有菜脯、瘦肉、香菇、虾米。来，哦，来，我要一粒，你嘛一粒，我嘛一粒，哦，好不？这是乌龟壳，那种比较传统的藕龟壳，它里面有芋头、瘦肉、香菇啊，做 Q 皮的，口感吃起来像超这上面 Q 的。这嘛是乌龟壳，对，芋头丝，然后跟里面包一点肉。 1 2 3 4 together。哦，你甲看哦，这温泉的汤心的皮蛋，哦，啊温泉咸蛋啦，嘿，无如甲交关节看， 5个100块。 5粒100块，袂使讲讲价，我本来讲我6粒啦，6粒我算100啦，安尼我想要安尼讲，但是我这讲袂出嘴。啊，你袂讲，我讲啊，没出来，咱俩接，我袂使讲，袂使讲，袂帅哥开口都可以。对不？6粒100啦，好，没问题我。讲就好啊，敢做事的，系啊，可以吗？没问题，帅的可以。你靠欧包，我较无啊，安尼哦，嘿啦，我爸，我是我爸钱，谢谢，谢谢你，谢感恩啊谢，哦，好来，谢谢谢。谢，趁一粒两 ，OK。来，我就带你来市场内底看卖啊。哦，嘿啊，诶，我上爱伫咧这个传统的市场内底嘿踅来踅去，踅市场啦，买鱼、买肉、买菜，吼啊，内底吼，佫有一寡熟悉的，对，遐的这个档啊嘛是拢真好食。因为台湾吼，上较有人情味的所在，基本上拢伫咧市场内面，拢伫咧菜车内面。嘿啊，我来带你来看这间阿郎。哎呦，阿龙啊，这嘛在地出名的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阿龙本人吗？梦是我因后生，哦，阿龙的后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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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第二代？第二代，第二代，二代目啦，嘿。啊一定会就会，这甜不辣，对不对？这嘛是嘛。这圆的这甜不辣，嘿，啊，即摆已经会使食吗？会使食，会使食，会使幸福食，就拢会当食吧？会使食直接是哦。Oh my，赞。真厉害呢。鱼仔的口味会较重味啦，嗯，嘿，粉味会较少，足 Q 的。嘿啊，像一巴椒爱的粉味，这是种鱼仔味，嗯，是。比如咱拄仔食过这样嘛吼嘿，咱个这啊这啊个这，啊要食一下古早人讲的鸡卷，这一条30，一条才卖30尔哦。 30安尼当然买啊。这嘛是足俗的呢，这就俗的啊30。块安尼。伊内底无鸡啦，啊伊较早总铺是拢会切花，有诶无的摆桌顶的有诶无，啊切起来迄款的花，迄款的血迄啊，蛋条拍算，米粉糊糊用用的来包起来，加出来物件，拢个伊就讲啊无这叫鸡卷好啊，卷起来。所以鸡卷的鸡毋是鸡肉的鸡，是鸡鸡出来鸡啦，原来是安尼。南部的讲法是春的物件叫春卷，啊北部讲的叫鸡的物件叫鸡卷。鸡卷啊，一个国语一个台语啦。哦，是安尼哦。我就是讲是因为春天咧你来看遮，咧是这个季节，结果毋是啦。结果毋是，结果是春的物件啊，有影呢，内底拢包着有无？春的一个，谢谢呢，谢谢啦。好嘅，感谢感谢感谢。哇，赞赞赞！原来是安尼啦，吼。你看，真是吼。春卷甲迄个鸡卷。
啊，每一个所在咱拢有当地的信仰。是啊是啊，咱今日来到这吼，是佮算讲是一个延平准王这个郑成功的这个庙。哦，郑成功吼有一半这日本的血统。哦，真的哦。真的啊，因为伊爸爸是郑芝龙嘛，哦。所以讲伊妈妈是日本人。这是这个这历史历史拢有记载。嘿，你若唔相信，你就连面问咱的老师。哦，老师就伫头前。老师，对，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就甲讲咱的郑成功，就是咧延平准王。哎，对对对对。是一半日本的。对啊，伊妈妈日本人。妈妈日本人。爸爸叫郑芝龙。对，郑芝龙，对对对。咱即摆要来行这条就是鱼路。鱼路。嘿，鱼路古道。哦。这条叫做早期日本时代叫走亚米。哦。啊，打亚米啊，吼，阮这人叫亚米。亚米。为什么这条鱼路？咱用3个阶段来讲。哦，头一段就是咱的原住民所开的一条道路，比如过川去拍啦，是，也是讲山所在买卖的一条路。那真正鱼路形成是在1911年太平洋战争对。日本人为了啥？战争的需要，所以伊就是用一个叫做物资咱的物质，叫配给。迄个老一辈讲，迄阵阵一个大人像咱这大人，是一个月几两肉？一个月哦，嘿，一个月我想看卖，2两，袂使，4两就足少啊！你讲2两，对啊，我较欠啦。你较欠啦。咱爱搁讲吼，这渔村的生活，来，如果若无掠鱼啊，拢会当做啥？啊，就迄过网啊，就做甲补补。对哦，这过网啊，对吧？过来，唱歌唱补拍网，补拍网过来就啉烧酒，过来跋筊，食酒跋筊。嘿，暗时无代志创啥？吼，就开始开讲啊，对，开讲，所以遮吼拢是大户人家，你像阮兜吼，9个兄弟仔姊妹，8两肉要有法度饲一家厝吗？应该是无嘛，所以早期这条叫走亚米，就是走私的意思。哦，过去树林遐啦，你当初树林应该人嘛真多哦，不离啊多款。因这掠去啊，因嘛无个，伊鱼啊甲遐尔，不过伊人无甲遐，伊伫咱是山地湖啊。山地湖啊，山地湖啊。山地湖啊，就是面顶啊。对，山地湖啊，比如讲，台上我熟悉，我鱼啊甲你换，换啥？换咱的日用品，啊无换钱。换钱转来了，伊转来。伊转来毋是空手抱手就转来了，比如讲咱大练的，伊是好野人，手物件摕足济对，该打物件，转来伊就插我一寡小工钱啊。咱知影讲这条鱼路总共有偌长？这条鱼路我想看卖，你想看，互你用者。我会记差30几公里。哎呦，厉害哦！真正30几公里，35公里，35公里啊！所以伊这条啊，这打亚米遐阵有个俗语叫做两顿青，一顿煎。咱种利用暗时啊，暗时7、8点，那暗时7、8点了后，天顶有啥？月亮啊，星啦，星哦，两顿看到星食饭，一顿像咱这样阵唔是算中昼，中昼时啊咱日头咧拍，就叫做煎。两顿煎，一顿煎，就是暗时啊去，暗时啊转来。哦。咱头先有讲哦，鱼路有3个阶段对吧？头一个是迄个原住民，过来就日本时代所真正的鱼路，过来的就是观光，这条就是观光的对。这条街对，这条才真呢，无唔对，这条就是早期啊，排水沟。哦，这是排水沟。你无看迄人孔带做济无？啊，即摆是方便讲观光客，若是对国外来，伊要转去，伊就干咧行一段就是安尼较方便啊，过来车会当过。遮就袂当过，遮为着啥？因为遮的地啊有牵涉到人的私人地，伊有可能牵涉到咱的中午书记。对，咱加减加减看者。咱加减。啊，真正鱼路伫遮。这条啊，毋过嘛是会过，会过。当然嘛会过。啊，一路行到倒位去？啊，行到咱的渔港。哦，行去渔港。咱的渔港，哦。
你像讲食鱼面啊，吼，咱早期的鱼面无希望啊，用啥做？无希望啊。系啊，无迄个sauce啊、面线啊，拢无啊，啊用啥做？用咱的植物。来，我看到这吼，这个皮有啊，对，咱这个皮揪起来，会来梳变成线。啊，阮老一辈甲阮讲，比如讲以前咱去梳这啊，梳这一概梳拢梳到高阳落，啊高阳的长度啦，啊你唔好想唔对呀，你梳落啊梳到长度差不多爱甲高阳到300几公分。梳是唔通梳啦，梳是有法度梳开啊，梳开啊。台上，咱年纪对啊，共的同的吼。我请教你，早期囡仔时阵，你切卡针用啥？切卡针用纸啊。哎呦，安尼恁兜袂歹过哦。OK 啦。OK。但是迄纸是较应该。对。操作。敢讲恁兜是新闻看了？哦，我新闻报纸看了才。唔对，阮兜嘛无迄新闻哪做，阮拢是人讲海边啊，海边植物做济，啊，阮拢就地取材吼。你是海带哦。来看一下，这叫啥？这用这切。对。这叫朴阿叶，国语叫黄锦树啦。黄锦树。黄锦啊，阮以前无像台上那尔，因兜遐好过。做堂是阮这用这。以前咱的渔村建筑啊，大部分拢是厝的无便所，拢就地取材，就是野战厕所。啊，这是属于海边的植物对吧？啊，都是拢会出这，棒棒的捡来切。就是用这个，啊，这种会使做粿，咱的炒粿早期炒粿。不是你怎啊讲的？你甲我讲你这老师，这切卡针切了过来做炒粿。啦，我本来是要安想，可是讲我想了，唔对，味嘛唔对，所以我等掉，去慢心的转来用。你无就先做炒粿，再来切卡针。无啦，你切了过来做炒粿。无，我无讲切了过来做炒粿哦。有，这就是做炒粿的物件吼。哦，这是做真正是做炒粿的啊。对啦，啊，你若讲真正咱买迄个青色的，咱头前个青竹嘛，做啥？希望迄青竹嘛，迄个叶啊，都是染剂。哦，咱的青色对来。叫青竹嘛。系青竹嘛，吼，青竹嘛。啊，阮这人叫做茶仔叶啦。茶仔叶。来，哦有够重量来，我讲吼，你行这段去哩，行过擎天岗有无？啊，落街时候你较注意些。啊，阮兜就住在阳明戏院，以上的阳明区，你敢知？树林迄个夜市啊呀。哦来，好，我来。好。哦，就是安尼啦。对，安尼打。鱼路真正起点就是伫红港开始，真正行到顶湾去。来了。会喘袂？会喘袂？哦，你也可能。请问你这是中山北路二段哟？金山渔港内底，红港这山有一种百年的渔法，就掠鱼的方式。哦，捌听过无？拄啊好小弟差不多伫10多年前吼，我接受过迄个算讲是这边渔会的邀请啦。有做一条歌，迄条歌吼就叫做放花啊。哦，对，放花啊，对。放花就是放炮啊。哦，毋是放炮。放花啊，伊的名伊叫做咱的花马船。哦，啊，到尾放花啊，真正的学名叫做虾船。啊，过来为啥变成放花啊？可能后一个老师会甲恁做介绍。安尼。嘿。
大老师是咪讲崩火啊？对，你甲看，迄少年仔后壁是咪写一个崩火？崩火啊！应该就是崩火。就是伊。请问敢有人在崩火啊？老师，有啦，你哇，你好像真高假安尼啊，天鬼假怪安尼闪来闪去，看来看去，上来上去，老师在家中来。哦，老师安怎称呼？我叫世凯。是凯，凯哥啦，凯老师。啊，你直接教人蹦火啊，还是讲？我家己做蹦火啊。你家己做蹦火啊？嘛是有带人来佚佗，看人看蹦火啊，是无讲甲人教啦，毋过拢会展演讲，互人看讲蹦火啊，啥物是蹦火啊？有。知伊的历史啊，安怎操作啊，个伊掠的啥物鱼啊？因为我知影讲，因为我有朋友，伊家己有迄个渔船吼，即摆啦，就是掠即个小港的季节嘛。所以讲，伊暗时啊吼，伊晒出去。对。啊，灯光拢做夜安尼，迄是毋是就是蹦火啊？其实伊迄叫放扫网，放扫网吼是为蹦火啊开始演变，转变到讲有电池开始的时阵，就放扫网再出来。安尼，所以外口爱做光，小光啊吼，伊食伙伊食做清明，所以伊爱做光。算讲是。会去趋光性，尾鱼啊，甲小竿拢有趋光性。阮掠的鱼啊嘛是共款，拢有趋光性。啊，这蹦火蹦落是掠啥物鱼啊呢？阮是掠青兰啊。青兰啊，啊嘛人讲麒麟啊。拢有。所以讲这蹦火啊，依照有一个名，咱这的名是叫做，咱叫土虾。土虾，虾就是咱会去虾面。对虾，因为咱伊土海的原理吼，就敢若甲鱼啊。好起来安尼，咱是用三角网，所以咱以前留一辈啦，拢讲土虾。好虾啦，好虾的虾啦。好虾的虾啦。咱迄当阵咱以前吼，咱迄蹦火也是为咱家开始，为红港啊，还有草里开始延伸出来一个戏法，就是为日治时代有开，日本时代开始的啦。迄当阵就是有一个铁工啊，伊讲甲这个咱汉这个原理有无？摕来做。试看卖一个，我就怀疑的，就讲哇，遮尔啊少年吼，啊你是第几代咧做这？我差不多是第3代啦。所以你阿公开始咧做啊？就是阮阿公迄演的，会当讲是阮老爸是传股东，就是真准啊的，伊无学过这种技法，还佫请一个会长，船长的意思。叫会长，野会是船长的意思。那唔叫蹦长。蹦火，以前咱无土虾这里，无蹦火啊这里哩啊。蹦火啊，有野一个火嘛，野火。野一个火长，较好听啦。了解。所以就是伊为因老爸迄当阵哦，开始学啊。伊当时讲伊13岁啊尔，起码拢70几岁啊。所以讲伊甲这技术传互你，你即马佮传承落啊。对。你即马嘛是会长啊？对。厉害。你愿意讲要转来，这无简单的。你大学的时阵是学这吗？无，我大学是化学的。就买来蹦火啊安尼。想讲这是阮厝的工课，有当时高中啊、大学啊，热天的时阵斗相共啊。伊当拢做3天的工课啊，无讲伊海安尼、土海安尼。想袂到讲是后壁决定转来土海安尼。即马是差不多3月份，3、4月份，这敢是这个青鳞仔鱼的迄个季节？3、4月还未。未啊？青兰啊，差不多是4月底5月初这当阵。上多？较济。大出？无开始要入来啊。开始要入来。对。那大出的时阵呢？大出差不多5月、5、6月迄当阵。5、6月。5、6月迄当阵。好，无就先看卖啊，别安怎。看卖安怎蹦啦。好，咱好来蹦者。来，无咱即马互司机摕我的原料。好，摕原料。咱蹦火啊嘛，来摕原料。这个叫做。电石，电石就是电工火石。电工火石，这是天然的，是唔？无，这咱是用加工的。加工的哦。对。啊，这化学物质是对咱的皮肤敢会有影响袂？这袂加手吗？这会小可会加手。对啊，我一摸我就知，内底有做厉害。我一摸我就知会加手，因为我想叫加掉啊。这有石灰内底啦。对啊。就。李俊时代就是用这，来做工业用的原料啦。迄当阵铁工就是想讲，来这试看卖一个，所以就延伸出蹦火啊，就用这电头来。我表演一摆互你看。来看卖。哎呦，这表演啦，我来看。没有。啊，无啦，这无会啦。安尼会袂起来。系啊，安尼袂起来。安尼袂起来，伊来加水。真诶假啦？加水就湿去啊！你是？无，伊做特别的。
吼，这个开始有气出来。啊，咱这个就是乙炔啊，这个气就是乙炔，所以咱点的就是这个气。啊，咱即摆就是点火就会多啊。点火就会多啊。嘿，这个时阵点火就多。哦。有水落电倒会倒呢。哦，啊，即摆若甲下落，是毋是火就会多干咩？嘿，即摆火就搁旺。哇！哦，真的哦。哦，所以若是用水来救这个火是救袂发的，所以伊就会等甲伊规拢扬去了后才无作用。对。来，是，接手来。我是。OK。注意啊，无问题啦。哎，我是。来，我是。我是。哎。哦，来，安尼我们台哥就可以来登我们的船。我讲从后面，这哪种10年前，好啦，20年前，我就像你一个后空翻的哦，啊，空中3圈半落地。啊，即摆应该直接跳落马会当。无，这样为遐强。啊，即摆到这个讲是要创啥？这个讲吼是风气去行的，头伊的尾遮有哦，迄个气甲搁转来水桶遮，吼，咱这就是水桶啊。吼，那么咱这内面是水。嘿，这内面是水啊，咱爱水甲电土迄化学反应较有嘿，啊烟的，会进烟啊，烟味会行。无气吼，就尾遮风大起来了吼，伊搁会遮来下骹遮。嘿，咱就叫老爷讲啊，叫过滤桶。啊，过滤桶吼一直行啊到头前的火背遐。啊，火就会倒起来。有火就会倒起来，差不多会等一直点到点10分钟。10分钟就了有啊哦。无一定啦，所以咱一定爱带 USB 出来。啊，咱嘛毋是一直点，咱会行一个点一个，行一个点一个。哦，是安尼哦。所以有啥物有人问讲，有啥物咱袂当用迄个管啊，迄种哇气瓶有无？嘿，有人会好奇讲，为啥袂当用气瓶？为啥袂使？因为气瓶吼，伊若是用加湿就好啊，加湿啊。吓，伊若是讲一直气一直出来，毋过伊内底开若是内底哪少，伊会无够火。啊，了解。嘿，咱即摆若是这种系统吼，伊就讲我空气无够啊，包括补水就好啊，空气就一直搁出来。这就是遐。嘿，等下就让伦哥来当做我们的操王手。哦，好。然后台哥呢，就是我们的火长，你就是船长啦，我会长啦，你会长啦，哎，是这应该不哩重吼，嘿，我看很重，所以我们需要3个人去操作这一只网子。哦，所以我会当较等就是甲因同齐来操作这个。对，冇问题。这遐。对。即摆呢，就是会长的教学。会长来啊！来，会就伫遮哦。嘿，会就伫遮。好，那么呢，这就是咱的开关，因为咱即摆拢免烦恼，我气拢还袂放出去。是。好，那么呢，咱若是讲这个包啊是咱的开关吼。好，打开来之后呢，我们有个火母，然后我们就点下去，直接点下去就好。哎，开关开落。然后站落了。哎呦！原来是安尼，哎呦喂啊！咱即摆吼，就是爱拿是过来看鱼啊，吼，看鱼啊，若是来啊有无？嘿，差不多啊，就看起落，吼，若是我来，吼，就看一个鱼网仔来落去了吼，咱就甲火把安尼刷过来。啊，火爱遮旺哦。哎，火咱较细。我其实吼，拢会关较细一个，啊，不过安尼操作较麻烦，吼，咱台哥就刷过来就好啊。了解。
啊，我嘛是老伙仔，所以讲碰一下老伙仔的啦。安尼我了解啊。哦，这个风气就足饱哦。饱吗？会当哦，这 OK 啊。嘿。嘿嘞！爱心飞过来。我有一只仙子的，我有一只仙子的，安尼哦，我来甲你斗欢。系啊系啊系啊，安尼，对，安尼算讲咱的少年党的哦，看得起我啦，啊。我感觉你就缘投的。安怎讲？好，他拄啊迄个开手什么哦？愈来愈旺呢。安尼，一摆比一摆搁较旺。就是咱的节目，就是愈来愈旺。是啦，大家拢最爱看咱的节目，安尼毋才对。因为咱是对啊，实际去体验这个代志吼，嘛了解讲这个行业伊的困难度，甲伊的这个技术性伫咧倒位。对。啊，即摆是做观光船是毋是安尼？阮若改观光较济啦，即摆的收入吼拢是靠观光。拢靠观光哦，颠倒毋是讲真正去掠鱼啊呢。对，因为即摆掠鱼啊。真侪人来要体验吗？对，就是要来看啦。伊就是对阮船仔行，对阮船仔一行，对即只一行，啊，就是看咱澎湖啊。澎湖啊，咧掠鱼啊。对。啊，我听讲恁资本其实你是无想要做观光的，啊是后来毋知影是为虾米，你是啥物款的原因，你突然之间安尼，当一个月你想要做观光啊？伊迄当阵吼，我其实就是讨海，我倒来讨海。啊，不然做观光就是讲，敢当做教互人看安尼啊。袂使，你袂使安尼讲。无，迄当阵是家己安尼讲。通不可。啊，同文原来是教人看，是啊，有影。我咧当甲做教人看，我迄当阵是家己安尼想。为什么呢？你较会避暑啦，较会歹势。我较会歹势。啊，什么人甲你启发讲啊？你会使做这道呢？什么人甲你点的？迄当阵其实我去做澎湖的时阵，开始就有人去做观光啦。啊，毋过咱是无收这个钱，咱无收表演费。我聊我的，啊因看因的，啊迄只我若是无鱼啊，我就无出港啊。伊若做久无要就无出，啊迄表演业者嘛有纠团啊。啊，我若是无出来，伊就无帮我通啊看。哦。啊，结果就。就甲你参详啊。嘿，伊就参详讲啊，无小凯你要去看卖无？哦。啊，我头一届是拒绝，我就你当开始是拒绝咯？拒绝咯。嘿，我搁拒绝咧。嘿，啊啊，落尾是安怎甲你说服？落尾就是阮老爸。你哦，当然是阮爸爸讲，啊，你嘛爱为资源想。资源想一下，啊，你嘛是你有海卡，你嘛几啊个3、4个海卡，啊，你是嘛是爱小爱谈一下，是，啊，囝就生啊，你当初还未生，啊，未生，还未生，还未出来，迄条拄倒来拢什么一个把庄家把，你即马几个？我即马是一个，查某囝，查甫，对，要3岁啊，要3岁啊，老天就3岁啊，是啦，系啊，赞。我讲，你唔免一直甲我抱，哦，免讲啥物哇，大你做厉害做安尼，但是你讲一下实际上，你看到我拄安尼哦，用迄个火吼，你啥物感觉？啊，你莫甲我抱。我袂甲你抱啊，我毋是迄种人啊。嘿，我开始。其实我头拄仔伫后壁咧看的时阵，我感觉讲，人生行到即个坎站即个阶段的时阵，咱开始啊，讲紧，
因为我赶紧的，因为日头要落山哟，赶紧的。哦，大哥，哎，啊，你是阿伟？足久无看啊。阿伟，嘿，是阿伟是，是我是我。阿伟，你这是哎，金山，我熟悉你呢，我有看过《谁来晚餐》迄集，啊，就伊啊，就是伊对不？好。到底是谁呢？台哥，好，打扰。你好。这都是我做的，都是你做的。哎呦，这个好哎，每个都做的都不一样，好漂亮。哦，哎，我看好像快穿底了，是差不多了。你现在就应该要出一套你的个人的产品，叫阿伟7星碗。我跟你讲会中。我觉得台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跟他可以这样聊天就是很幸运。啊，你专工这张这顶盖咱做的嘛？嘿，丁尼做的，丁尼做的，把你修出来啊？这是算讲也不是红啊咧，啊这也不是盘啊咧，这到底是啥？艺术品呐。这可能有迄个托钵有无？祈祝阿弥陀佛，是不是会当等一下两角银？用遮水的，我这一箱你才找一摆，无人咧。这啦，化缘搁阿伟，谢谢啦，感谢。你知影讲迄期咱的迄个谁来晚餐咯？是对。即摆已经是公共电视第5名啦。迄个哦，讨论度有够悬的。我到公司啦，到足侪所在，大家拢伫咧讨论呢。讨论我吗？当然是讨论伊啊，那是讨论你。拢有啦，拢有。因为你出现的就干那食饭迄段嘛，对无？啊，但是伫伊进前，伊对伊安怎生活，对伊安怎去哦，都带这个查某囝去上课等等，拢是。上较主要是引导这人生的故事。对，就是鼓励咱吼，爱好好做代志啊。对啦。是，啊，即摆安怎？即摆袂歹。过了欢喜啊，欢喜啊，有真好啊。拢足欢喜。是，啊，这我伊做的。这就是当初这个阿伟7星碗要互你的。哦，你看，哎对。伊这做较深啦。哎。你安尼钱较好赚啊。哎，这碗真有够水。哎，好水呢，烧灰啊啦，烧这个艺术品啊，哦，每一个拢有伊的特殊性。我希望真正有一天吼，你会当开一间你的工作室。专属的，好不？希望有一天，一定会，百面的，感谢你这个碗。感谢。啊，即摆住啊，迄个所在，原来是8000块吗？哦，去年的时阵买落来啊。你买啊？买落来啊？你甲买落来啊？恭喜咧！啊，买落来啊！赞！啊，你有事业啦？哎，永庆啊！阿伟啊，买厝啊！哦，啊，所以入厝来去恁兜食饭，来，好，咱上来食饭，食饭，哦，替你欢喜，真正。咱买来一个好朋友的，杨先生导，这个吼又是入文啊，入门啊，入门，哦，以前吼，会当算讲是社会运动人士当中啊，非常出名的啦。但是真正是伊为心肝底，就是爱为农民来发声来发声，对。咱会算讲好青年啦，咱讲实在。啊，想袂到讲伊即摆拢住伫咧金山，你知影？哟。因为主本伊是住伫咧中华，即摆拢中华是名的人啊，对，即摆拢住伫咧金山。啊，其实咯，你毋知影，我含伊进前就捌见过面啦。以早我咧啥物最大档的时阵，我捌演过100米超人。迄就是用伊的迄个人来当做原型啦。嘿啦。哦。啥物代志？找我就对了，安尼。以前吼，伊100米炸弹课是算讲是差不多伫咧即个2003年到04年迄个时阵呢。吼，整个社会大家拢伫咧要讲，到底是啥物人为着即个农民的即个发声啦？是啊，因为伊当初是为着讲
咱是要加一头日铁好嘛，啊，加一头日铁好了，就是有迄个白米会进口来咱台湾。对。啊，进口来咱台湾是会对咱的这个台湾的农民会造成真大影响，冲击啦。所以讲，伊想要发声，唔知要安怎讲安尼尔。呀，伊迄个时阵嘛真少年啦，嘿啦。伊迄个时阵嘛真少年啦，创作的啊，冲过头伊啊。20年前啊啦，嘿啦。这条路直直行就到位啊。哟，哎，即马拢大伫食。好，到位啊吼。到位啊。好。哎，你看，呀，入门干妈店，伊即摆开一间干妈店，我唔知呢。干妈店。嘿啊。真正足古早味的干妈店的款的哦。哎，那拢无人啊，干妈店拢无人。哎，借问者，敢有人伫的？有人伫的无？什么代志？咱应该讲讲久无看，讲久无看，安尼才对哦。对啊，讲久看，哇！我个当安尼，对啊，哦，啊，这位是我们家大人，跟太太啦。你好，哇！哇，你存起来哦。对哦。啊，拍始，姐来就开始起来，开始高走一点分啊。讲分点。现在是中华一个看着你安尼，嘿啊！我是真正想讲袂记，我到底是倒一年捌甲伊见过面安尼，啊伊来甲我挨杀是讲哦，大哥我有看你的百米超人安尼。啊，我就笑。我是百米超人，对啊。会使哪讲哪只？可以。怎么称呼啊？我叫雨欣。雨欣啊，雨欣，对。这拢是你家做的。对。你做还是？我做的啦。你做的？哦，遮搞，你遮贤惠哦。我要你讲吗？因为厝的煮饭洗衫拢我咧做。你拢咧做？对，伊嫁我进前就先讲啊，伊袂晓做哦。哟，啊，这就是伊是中华人，一定要先食迄个中华的红烧肉。哇，这卤肉，好。强项大概只会煮这几种。有。试试看。哦，来，我先。真好食。中华人的卤肉，咱中华人的卤肉吼。嘿，你是林遐人嘛？对啊。哦，你是梨林的人。来，我食一。哦。嘿，你搞呢？哦，真够煮呢。免内边安尼的。哦。一直学了，一直爱煮，你知影无？这饭我哪煮得好食？这米你爱做呢？哎，对啊。啊，伊就米的专家啊。我伫金丹去做水稻啊。啊，我就好奇就是讲。啊！你中华毋是有家己的地，啊，家己就有通好种啊！你哪走来金山安尼？我阵就伫咧台北做农夫市集，嘛做17年哦。哦，安尼哦。17年，嘿。哦。啊，阵啊就因为囡仔啦，囡仔阵啊，拢无照顾，就甲你无用大。感情无好。安尼。感情，事实讲诶，你囡仔无咧照顾，当囡仔甲你感情就无好。啊，伊会甲你讲。叔叔，是无安尼啦，安尼就无计较歹啦，无安尼种程度啦，吓啦，啊，阵就感觉讲啊，迄阵要搬去就天母的店的边仔遐大，啊，学校住伫个店的对面安尼啦，啊，但是我介意唱水啊，搬去遐就无法度唱水啊，哟，嘿，啊，我阵就想讲，啊，搬来海遮想唱水，我本来是先来遮，先来遮唱水。啊，怎想讲啊？无到遮客座就较好啊。伫这做农夫市集的时阵，你迄个时阵有来阮电台来遮宣传。够。迄个时阵我对伊就有印象。所以我今仔日嘛是隔差不多有10年无看到伊。今仔日经过10冬，愈来愈缘投，你看。你20几岁时，迄当中面色不善。无，迄当中较潮潮啦，是款较有理想的潮潮款啦，安尼啦。讲到杨如文，真侪人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年世界抗北美炸弹，替农民抗议政府的少年家。
20年后的杨如文，即马伫金山推出友善环境的就餐讲座。大多数人种米都是卖给外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学校做食农教育做合作？迄个时阵百米炸弹科迄个新闻吼，是互所有20几个人，大家拢非常的钦佩。就讲竟然有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这个少年家，敢对整个社会吼去提出伊的诉求，而且是拍死无提哦。迄真正，你会记你讲迄个时阵 WTO 第2届的迄个稻米进口被驳回成为例呢？这个是确认的。我先讲，当时有一个帮忙的阿基亚，叫做赖信元，他前一个时间在国安会做咨询委员，他那时候就有去法院，就是做证明说，当时在第2次谈判的时候，因为台湾发生百米炸弹客事件，所以第2趟增加进口的状况之后就被阻止。因为台湾的人已经有在反映这个进口稻米的政策对台湾的农民跟农业其实是一种伤害性，所以之后也因为这个因素之后成功阻止第2次增加量的一个进口。你迄个时阵向关入去，你有感觉听到这个新闻，你有较安慰无？我感觉讲吼，做每一项代志啦，会成甲袂成吼，我感觉讲拢后壁爱看社会。社会的状况，社会有支持，社会无支持，社会有想要了解，社会无想要了解，所以空间不一定会成，嘛不一定袂成。伊迄就是一种，我要安怎讲，就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你会拍拼，到后壁真正会使改变，到无度改变。你感觉就是咱无法度决定。迄个成果是爱看社会的变化，变化啦，气氛啦，嘿呐，对啊。你即马翻头看家己。20几岁迄个时阵，你有就感触？我知影，感觉讲，伊20几岁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做青狂的袂啦？我定常讲啦，你要空间进前的时阵，就决定讲用的方式，就决定你后壁会行恐怖分子，行强硬分子的方式啦。这两个无共是对。一个开家己的钱，一个开社会的钱。恐怖分子开社会的钱，强硬分子爱开家己的。他们叫强硬分子。强硬分子就是做迄个独立运动的。做国家独立运动的，还是做环保的，做迄个动物的一种空间的，伊是开家己的钱，伊无咧募款，无咧帮人摕钱，伊是开家己的钱，开家己的时间去做这项代志。那恐怖分子就是伊就负责做，甲走路，伊就是后壁拢有人会当 support 迄个钱嘛，你知影无 ？support 迄个钱，迄个物件上。所以讲伊做这。免开钱，伊就当做是空客咧做安尼啦。但是强硬分子咧，伊是有空客。我讲，你怎有空客？我有啊，我怎搁一个家人咧卖鸡啊？我无趁钱，我要安怎做炸弹客？法官嘛是笑笑啊，甲你问讲，你安怎讲了有道理来，真理比较讲，是毋是？做趣味的，你本身是一个趣味的人，是本身做心切的一个人，应该是真幽默感这款的。咱讲实在，没有，你看，我们大人摇头了，没有。大林，你感觉安怎？大林，莫叫大林，莫叫大林。大林较好听啊。他刚开始唔是安尼，是安尼吗？唔是，是较正经安尼。闷骚。闷骚。伊拄熟悉的是，伊表面上讲足正经，但是伊的开玩笑个幽默，爱就是私底下。你爱甲伊做熟悉。但是哦，我安尼看，我感觉恁是非常有创意的。一口罩，我想袂到讲，头拄仔我对门口一入来，恁哪会开始去开柑仔店？开柑仔店甲种稻有什么关系？我进前吼是伫台北开店，来到这个时阵吼，是因为本来要找一个所在，互农友会使聚会，开讲，会看到一个问题的时阵，你会提出来讲。对。即摆你会讲拜托讲，这代志吼，我较有会啊。我无迄个来去控制啊，你去控制安尼会使？你讲交代讲细汉你讲清楚。我嘛袂讲细汉，阮这叫做爱传承。哟，我定人讲，社会毋是因为重视你，才你讲啥社会拢咧报。你还要看你家己是水面，无即种代志。你绝对毋通带你家己羊乳门，甲百米炸弹客看做同一个人。社会介意的。想要理解的是百米炸弹客，毋是
羊乳门，你这人，所以你唔通把这两个名甲做一伙，感觉讲大家人是咧看你，无这种代志。所以你有时阵唔通定拢去想一寡有诶无诶。所以我定咧人头讲时阵头讲，我做简单，我家己嘛知影，社会看重诶是百米炸弹课，啊我家己是羊乳门，所以我会感觉讲这两个是分开诶。所以你该做啥物代志，迄你本来就爱做诶。啊，甲唔通。规工想讲用这个名内底要去讨什么物件，所以你唔通这种想法。你会感觉讲，你当初是做这个代志，即摆有会啊。你会感觉讲，若是过来一遍，我无爱做安尼代志，还是讲我就做啊，怎么样咯？我听人讲，这社会吼无法度后悔，啊嘛无法度想讲较早要安怎，有啥物知影无？人敢会使往前看，你后边一直想吼，想济嘛无效。当时当下，你最好的选择。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不会再想说啊，如果再给我来一次，这下回如果可以再来10次，那无可能，那是他嘛无可能嘛，那就免伫遐想这代志啊。所以做这样，我问过，我拢人讲，这是无可能嘛，唔通想这代志。你嘛，有咧带一阵囡仔咧种田无？哦，阮长板插秧，来6间学校，金山吼来金山国小，金美。三河、中角、万里来大棚、甲野柳，那遮侪学校。对，啊，伫咧隔壁遮尔。啊，所以讲你，因为你做这个客租吼，就是讲你做了，因为一定有人收啊嘛。对啊。对无？啊，就是算讲稳定啊嘛。对啊。啊，这收的这个所在是啥物呢？就阮啊，我买。就是你买。菜田，就即间啊。哦。你买因的。对。啊，替因销啦。对，就是农药做之后。伊用我的方式，袂使用农药，袂使用化肥，种完之后，伊采收之后，我就甲买开之后，我就想卖互外口的迄个公司啊、企业相关的啊，像阮旧年就卖互八方云集，啊，伊就关乎在地6个学校的囡仔做营养午餐。哦，真好啊，今年就是今年阮长办活动，今年就是卖互迄个滨航宾士。有。啊，伊嘛买之后，因后壁嘛去做运用安尼。有。开始咧做啊！我就对，赶紧过，我咱去上班去啊！搞早，歹势，无啥早，歹势，搞早。日头出真悬啊啦！啊，做真悬啊，就要透，要中昼。今仔日算好天，上介好啦！啊，今仔来捕田吼，这个天气吼拄啊好。啊，阮的工作伙伴一大群拢伫遐咧捕安尼吼，啊，大家讲吼，会响嘛袂来，袂响嘛来，啊，所以吼，大家安尼一代传过一代，安尼这个所在地，这个田地才过会好。是啦，这山田真水，这景致嘛是足水。对啊，哦，这规片的咧。安怎甲你称呼安尼？我姓柯，哦，柯上。有。啊，为咱甲你请教者，你哪会敢若迄个007的金手指共？啊，你看这是这个是哦，山顶人叫做破田公啊啦吼。哦，破田公。啊，那国语叫做迄个插秧分苗器啦。
啊，阮即摆若无安尼生，像这个为什么安尼？你知唔知？即因为我镜头讲手较细支，啊，这个安尼补会落去对无？啊，我即摆这草甲剪入去，手甲弄入去，安尼较麻啦，较麻啦。啊，无即摆你若讲用安尼空这个草无搬入，无这个那个一定无当吹啊，找不到啊。安尼哦，所以这片拢是可以作为产的对了。对啊，这就是我们在山上做的梯田啊，就有点像梯田做副根。所以讲咱今日要为遮开始做就对了。开始播。昨阿文有讲伊带安尼规定囡仔有无？啥物国校的、六中学校的，是伫遮吗？来去报产是伫遮哟。伫山骹，伫山骹。遐个有一搭。迄个新德宫遐。哟，这是另外一个所在。哦，本来开始无这个规模，无安尼。就是伊这草法，另外甲人变悬。哟，这规田拢是你整理出来？大家做伙整理，莫拢讲我整理啊，包含你后壁水落伊来。有，要昆地兄啦，安尼啦，感谢啦。是啊。等下我示范。好，示范者，我看。我当下开始，即摆开始。开始啊！伤灵啦。伤灵。伤灵对无？哦，现在就我。像我安尼按下就 OK 啊啦。无你用这边。哈，安尼袂使。安尼，你爱用这。好。对，合格。OK。安尼就是合格。安尼 OK。种这田的时阵吼，有规矩就是照头来，安尼啦，2、3、4、5、水，1、2、3、4，就是安尼，好，了解。华丽，换你，你就是安尼无，得签落去，签落去，安尼。我惊签伤多啦，你就签5、6张就好。安尼5、6张，安尼就使背，啊往下就好啊。安尼啦，对无？安尼，啊你就使坑落去。好，你就是签落去，安尼直直无秧苗，安尼直直签落去，啊刻开，啊坑落去，好，签落去，偌济，分就莫讲差伤济就好啊，莫就不要1、2支。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怎讲经验呢？啊无你唔知影讲是安尼做的，所以讲这片山田拢是安尼用人工咧做的，对啊，对哦。我本来一直有想要用机械啦，但是机械无法度入来。嘿，太长你有够无？我感觉我伤多。你讲问我有够？无人咧嫌多啦。因为我一般时即摆一碗饭食袂了，差不多即摆拢食半碗尔，你知影意思？嘿啊，所以讲即摆做代志，我咧做一半。毋是我即摆，我感觉我咧种吼，那敢若歪锅起出安尼。没啦，规个拢是歪路呢。啊，这土地就即摆就是歪对遮来啊，哪要紧？好啦，嘿啊，好啦，你莫咧讲话啦。送啦！赞！这蚵仔炒者吼，我咧日头晒者，即摆寒气拢走出来。对啦，规身体拢好。规身体拢好嘿啊，好起啊，真诶啊！一年炒金山炒好天炒偌久？好天就差不多3月底左右开始，啊一直到差不多9月中，要搁开始落雨。金山一年落半年的雨啦，就是半年对啦。但是半年个你若讲有日头时有3个月至4个月是热天热到炎到要死安尼，对哦。那嘛是无多。不要紧啦，伊是天公子啦。天公子啊，迄天公子啊。伊就是吼，敬拜到倒位，迄个所在拢出日头。哦，是哦，是安尼。所在的所在就是完全拢袂落雨。嘿，所以你就大落来。我大来。就拢无雨水啦。
后壁办活动的时阵，就已经叫你先来了，我都惊落雨啦。先来者，先来者。你讲办这个活动是差不多偌久办一届？阮这吼就是像山骹呢，一年内底办2场大活动，一个就是插秧，一个就是挂稻啊。一个7月底，7月底是收啊嘛。 7月底的时阵就是要挂稻啊。挂稻啊。 3月中甲3月底的时阵就是要布产啊。布产就是这几工啦。差不多就是前天。早日开始。早日的时阵就来6间学校。囡仔来200。后边安尼插，后边安尼。咱莫讲后边插，伊就是一个经验。伊即有即个经验，后壁伊才知影讲伊食的物件是为倒位来。爱定烧。伊偌自卑，你知影无？我头拄啊安尼吼，5丛当做1丛安尼甲插落，伊嘛无甲我讲啊，拢 OK 啦，就赞的安尼啦。咱即马就是爱鼓励每一个人啦。对啦，即马就是想讲要学的少年啊，甘愿要来学，咱都要好好甲教。对。吼，都要定烧啊，无咱1、2工伊就走去啊。啊对啊，伊就感觉讲啊个来个忝个喘，啊个兼红胶，伊就无爱啊。吓呐。毋过我讲你个变化哪会遮大？10年前看你安尼吼，甚至拢无啥物话通讲安尼。啊，你即摆讲话拢足流利安尼。真正，伊说看到伊吼，伊个目白有无？是较扬安尼。安尼，啊讲话较避暑。对。啊是当时开始转变讲较高讲话啊。系啊。我主要就是做农夫市集啦，因为消费者会打农友问嘛，然后讲啊你这种在倒位，啊农友拢袂讲嘛，啊我讲啊你若袂讲，消费者就要安怎带你买，伊要知影讲你种的倒用什么种的方式，对吧？为什么你想要倒去厝的种田？啊你这物件你也好多解说嘛，啊第二就是有记者嘛来问嘛，啊农友感觉讲啊我着卖一只菜，卖一只水果，讲遐多要死，讲遐多啊，我无啦，啊你无讲，对方就唔知影，啊甲伊就头讲，啊你着家己嘛唔好，你家己咧回答的时阵就唔好啊，你搁叫别人好好讲，我讲哦安尼我开始，咱着开始为先打农友做介绍，介绍互消费者，啊介绍互记者，啊慢慢讲。啊，因为咱嘛是爱慢慢练嘛，啊练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讲，因为你介绍农友介绍伤侪人，啊要介绍时，愈讲愈紧，做想要紧介绍后一个，互大家人熟悉啦。是安尼啦，啊，迄嘛是慢慢练，慢慢练出来。对。啊，你的人群恐惧症就是安尼好起来。我进前其实人群恐惧症足严重的。我怎定咧讲？我伫咧虾米街，保安宫迄附近。保安宫遐时阵，遐咧煮豆浆嘛，因为阮着用台湾黄豆。去做推广啊，希望它杂粮可以做成豆浆、做成酱油的时候，啊，种发现着什么啥无？发现就是我若家一个伫遐时阵吼，阮斜对面差不多离5步遐一间便当店，我中昼想要过来食饭拢行袂过。我总是当足严重的时阵啊，想要去买另个嘛无法度啊。安尼，啊，你食啥巴肚枵个？啊，放你互枵，啊，暗时才食。你即摆听是足好笑，但是这上迄是破病呢。迄是一种病症，一种镜头。你当初啊？熟悉恁某袂？熟悉啊啦，迄个囡仔讲做大汉啊。哟，啊，伊知影讲你这代志吗？伊唔相信啊。伊讲你哪有可能？你规工外口做市集啊咧讲，记者啊咧讲，啊你这哪有可能有这？我讲这状况吼，有时阵伊会发作。嘿，啊你会使顺续讲，我即摆已经发作啊，我衫顺续你甲我洗一下安尼。这甲你发作无关系，遐拢无人。比赛时阵你做迄边，你做物件遐嘛拢无人要甲你讲话。攞吧，你去攞。你就去做啊好。啊，你要食饭的时阵，你老人去看一下。啊，那可怜啊！真。来。有饭啦。对。挂丢啊有挂丢啊饭啊，饭啊嘛是有啊。因为拢食点心尔。有。哦，安尼因为挂丢啊吼，出较多，做较忝。所以爱食较好一寡。啊，但是若播鱼啊，因为爱赶后一场，伊才播完之后，因就要去后一个所在，所以就变成讲大家食一个利便的就好。食一个油饭啊，食一个包饭就好。食粗饱安尼对。めっちゃうまい，赞。这有啥物日本的人来遮交流无？有啊，嘛是有嘛吼。有啊。哦，就是看到咱的这山产嘛是，感觉哦，这整得袂歹呢吼。有的是甲学校合作，会来遮看，来遮看。对。啊，有的是甲大家合作，有的是甲国校啊。啊，国校伊嘛是做士农教育。伊嘛想我讲，咱台湾这是安怎去做推广？因为咱嘛想要去看呢。去看。
天气较好诶，我就是讲我对金山做了解，结果你叫我根本就捌来过啊。平时无代志应该袂对遮过大家人较袂有遮来啦。系啊，系啦，因为大部分一般就是你讲采鸡啊嘛，采讲就是鸡仔顶，啊袂时就去海边，啊无就去法鼓山。嘿，对。因为这离法鼓山差不多500公尺尔。哦，哎，这有哪有一只牛啊？哦，水牛。我讲，咱透早是炒完了，我上重啊，搁另一项工课，就是爱看牛啦，啊，这就亮哥，哎，亮哥。哦，你好。较早就互大家人体验一下，看一下这只牛的吼。哟，啊，即马看牛出来佚佗呢？哎，无要食草。哦，看牛食草啦。哟。大只哦。哎，我讲，我自12岁了吼，都毋捌看过水牛啊。伊叫啥名？六阿哥。六阿哥，安尼讲诶。陈参见六阿哥，来，来，嘿，微臣参见六阿哥，免得，冰心，谢阿哥，好，阿哥哥，伊听有哦，伊听有。有啦，六阿哥的原因是吼，因为他在洋管处编号是6号牛，哟，他有编号。对，伊主本是6号啦，六号牛，登记地6号的啦，登记地6号，无东无派，无前头买菜，卡大是地，袂晓讲白菜话，登记地6号6阿哥。哟，我即马突然之间想了一条歌，安尼讲，爸爸看水牛，妈妈无啦，无妈妈啦，无妈妈，就按个爸爸看水牛，行到田花边，安尼吼啦。啊，妈妈过来，无啦，拢无过，无啦，妈妈无过啦。这条歌水车姑娘啊，有，系啊，煞毋知影水车姑娘，系啊，无就火车姑娘。有真侪人拢想讲吼，水车姑娘是迄个放水鹅唱的嘛，但实际上毋是呢，上大声去灌这个唱片，毋是陈淑华。安尼，我就是讲你要讲陈芬兰老师诶，陈淑华伊细汉的时阵上早，安尼，这个书记在。我讲。你对这吼音乐吼，你实在是有够了解，真正。啊是讲哦，这饲一只牛，这个平常时的这个所费，敢会足贵啊？最近吼嘛，足侪朋友甲我问诶，包含有一寡社区，因拢讲想要饲牛，我讲饲牛甲佚佗无啥共款，为虾米？是伊爱食物件，伊食伊诶体重差不多10分之一。这只牛若500公斤，伊一工吼从起码爱赶还有60公斤诶草好食。啊，一把草吼15公斤吼，赶差不多200块啊。对，200块诶话吼，你敢想看伊一工吼赶4把嘛，4把就爱600块，你敢讲免啥？伊敢一工草就爱食。才600，哎，才食600块，比人食较济，比人食较济啦。600块，咱讲实在一个家庭差不多副食费差不多啊，对啊。所以饲牛讲真是个无俗呢。啊，有人讲啊，你若要牵出去食草，就我讲，安尼要牵出去食草，你着变成啥物知无？你着透早牵，爱牵一个所在，啊，下晡换所在嘛。因为伊行来行去，有时阵会行去田着扫啊。啊，所以你得去遐顺，啊，你有时阵无得顺，你就行伊去田着扫啊时阵，伊就惊有危险安尼啦。有，敢像顾囡仔，顾囡仔共款，因为伊的智商是咱人的6岁智商。6岁哦，6岁。啊，真巧呢。6岁跟查某囝共款，哦，6岁呢，伊差几岁啊？差10岁。哦，10岁啊。其实甲只牛斗阵嘛是有做感情的。
金山这边看到这个水田，哦啊，看到有咧种水果蔬菜拢无稀奇。你敢有看过伫金山就出现荷兰的风车？荷兰式的这个建筑一只啦。是啊，这个荷兰的风车伫遮。哦啊，为什么有这个建筑物咧？这内面会当啉咖啡。啉咖啡。在地人拢知影吼，这建筑物是非常的特殊。比如去你看这门口写这好，有无？好哦，好。你讲好，真好哦，好。全国烘焙大赛冠军。冠军。哦，你要啉咖啡无？看卖，看卖。哎，泰山，大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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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们兄甲阮介绍讲，你今仔要来遮。有啊，你哦，啊，无人讲咧，哦，消息来。哦，谢谢，感谢。放风声。拄仔就讲啊，安怎称呼？叫我阿志就好啊。阿志长，来。阿志是遮的这个算讲中破西啦吼，算店长啦。哦，店长嘛。中破西，咱算讲地方上想请你转来换这间店就对。是。安尼，阮创办人，阮的创办人是阮师傅啦。哦，伊且是金山人。金山人，哦，金山在地人。哦。啊，阮做这间主要吼嘛是想要推广一寡精致化的那个农业，台湾的番薯啦、蚵仔啦。好的香草豆荚啦，拢用咧点心内底啊。安尼。是。这个建筑物太特殊啊。一看我就看一个风车，对无？啊，为什么咱用这个荷兰的建筑物来当做一个敢若标的安尼？这个吼，就是阮创办人少年的时阵咧去国外去上课。毋是，伊去遐上课。哦，啊去遐上课，啊就经过一个农庄，啊就看到迄间农庄真水，伊就甲翕起来。安尼。啊就感觉讲后壁因啊。有摘掉的时阵，伊就倒来金山，啊，就是家较早少年的梦想想法，就该实现出来安尼。啊，阮这间厝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米字，就是一个象形字，米啊，一个米，有虾米。欧式建筑，我们把它融入迄个中国的米字，因为这是一个谷仓的概念。咱入来看，既然拢讲遮济啊，先来试食看卖啊，互你试食看卖啊。OK， 来底下。谢。哇，真水，哇！阮的招牌，阮家的明星商品哦，地瓜80克。OK， 安尼我去食看卖。你食看卖啊，请。我讲，我一看到这，我就知讲，这绝对百面好食，真材实料。百面 delicious， 我袂给你骗，去看卖啊。我啉拉汤。喂，讲话较客气。我想要啉拉汤啦。哦，我想，我想，拉汤听我来。好，赞吼，赞，米，哎呦，这内底吼，搁等咧清芳啊清，番薯的芳开搁咧内底，一转，你若做了无拄好哦，你会伤油，吼，啊会伤甜，啊甜就死甜安尼，会解胃安尼，是安尼，所以讲这我讲，毋是讲老大人、囡仔人、少年人，或者是讲咱中年人，或者讲20岁，还是3岁，还是45岁，还是87岁，或者讲恁兜住伫美国，或者讲住伫台湾，拢爱食这味的啦，拢食的哈，搁用2种番薯肉去拍， 2种番薯肉，16到57，较有变化。啊，每一种番薯的迄个芳开，搁无啥共。我了解。安尼调起来是阮感觉上好的。完全甲推论。感情しました。这桌顶这有一个这什么？这什么？这我介绍一个，这是阮即届今年得金牌的布丁。就是你我讲的迄嘛吼。哎，布丁来。即届台湾的年度大赛就比布丁呢。哦。赞吼，伊的口感真正较无共。啊，伊的卵啦、甲牛奶啦，阮拢特别紧的。伊的牛奶嘛是单一牧场，去试过了，伊的味是阮上想要滴的。啊，就叫伊讲，莫甲人偷，就用这个来做。我讲这做适合什么？老大人食。吼，滑嫩吼，足滑嫩。比如讲你无喙齿，还是讲你起燥生气，食这上好。是甲日本学的嘛，还是咱家研究的？咱有参考日本的。
因为日本的布丁吼真正好食。好食，嘿。啊，阮迄当阮咧想，阮就想讲，阮国卡喏，毋想看我都赢过日本无，啊，咱就用台湾好的食材。是。啊，你做这道超哇？超30年啊。你做30年啊？啊，你3岁开始做？哇！我50岁啊。你50岁啊？你有50？我50啊。我想讲你敢若49年。无。喂，没有无，哎，差不多了。今日你就归起来挑战一个叫做烘焙王，好不？你咖啡王啊嘛？系啊。咖啡王就好，卖王的。我讲王啊嘛。讲咖啡王啊嘛。嘿，试看卖啊。我教恁做。要多强？来教恁做地瓜巴斯克。是。好，安尼甲老师先学一个。好，啊，咱先做伊的番薯啊，对，咱拄仔咧食下骹迄站安尼。啊，你看到咱就是我拄仔讲的，咱这是两种的，两款无共。红的吼是66的，66，嘿，啊黄的这是57的。 57，嘿，57的吼，伊较有粒子的味。66的吼，若过烘过了吼，伊就迄个焦糖，焦糖的香气就慢慢咧出来。啊，还有一寡小可牛奶香安尼。啊，所以阮当初要做这个，就是一定按两种。迄个气味哦，较有变化。咱番薯拢先乱。好，剩下我来收尾。这好，这嘛造清气。啊，咱搁小加一下，准备就要甲牛奶遐部分哦，要淋。因为你无讲，我就是讲，伊是一条番薯用出来的。结果是看两项，结果是两种的，一个57，一个66的嘿。 57甲66。安尼食起来吼，伊的口感吼、香气吼较无共。有。啊，所以较早阮当初咧试这个配方吼，就试真久啊。试真久。试真久啊。好，啊像安尼就差不多啊。好。好。啊，咱过来就再甲食，内底有就是有一寡牛奶啦、糖啦、焦糖，嘿，微糖拢咧内底啊。有。红糖，咱就用一寡红糖。红糖吼，红糖。到迄个香气。有红糖。到迄个较特殊的香气。啊，搁继续教。咱搁一只。所以你是几岁时阵开始咧学这做？我差不多高中1年啊，啊都袂爱读册。我较早细汉咯，就爱食胖，爱食鸡卵糕。啊，所以阮母就讲，啊无你去学做这好啊。哦。安尼就会使。好，所以你无算讲是本科的就对啊。阮算迄种人讲的土法炼钢的学师啊，从学师开始做起的。较有成就的，一般来讲拢毋是本科的。啊，过来就拄着阮的迄个创办人，啊，我就开始缀伊学功夫啊。哦。啊，过来咱就开始要甲番薯接入去迄个卡达内底啊。哦。哦。啊，咱一粒吧，咱卡达边仔则小可留一点仔芳，卖规个拢用咯，迄卡达没有气势的。有。啊，咱就安尼，咱就差不多安尼开始食。哇，够水的啊！安尼算讲是拍一个底安尼。嘿，拍一个底，就咱拄仔食着迄个番薯底安尼啊。嘿，咱就差不多安尼，差不多110啦、120遐安尼。啊，恁看来食看卖啊。来，我去看卖。我帮你用一下。所以逐工拢爱做几落个即个巴斯克。哦，嘿，这逐工卖了拢足好啊。嘿啊。这一工哦，即马差不多拢咧80至100粒。100粒？嘿。你试看卖啊。像我咧安尼做吼，有人讲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物件拢非常的焦全，吼啊设备拢足好的。啊，毋过这空间遮尔啊大，一般呐，大家咧想吼，啊嘛是爱放互迄个人客来坐人家边，较会好啊。对啊，趁钱就袂付啊。对啊，啊你这空间你怎么？阮想要做的吼，就真正想要推广台湾的精致化农业，在地农民啊，像讲加介绍，加帮因。教因一寡技术，啊，互因讲吼，家己想要做一寡小生意啦、创啥啦，拢会使来阮遮学技术、学功夫。哦。佮报名拢毋免报名。拢毋免钱，完全免报名费。啊，毋过啊，咱先报名好。大生你毋是啦，大生你爱有迄个农民的迄个身份啦。无啊，你无毋是身份尔，一定要有咧种，一定要有咧种。有咧种，你先。啊，我不然住金山安尼袂使。袂使。
本来不是讲要去阮厝做运动，我是讲诶，阮厝遐无水，来遮，来遮吗？两个引导，这所在更较赞。啊，这位唔就是六阿哥弟啊？啊，对。我就六阿哥，伊咧洗身躯哦，两边甲伊做洗。对。伊即摆咧洗粉丝，伊即摆先洗，哟，伊洗完换咱洗，咱来做伙洗，安尼。甲做者。哎呀，这边咧，哎呀，哪有甲团？两个人，伊吼，其实就是阮定咧讲，伊就是。被挖土机、卡拉机耽误的艺术家啦，是呢哦。伊应该主业是北管，另外一个空客是做卡拉机安尼啦。哟，有200亿，还要看者无？好，来，两个，六，下晡时拢咧练习这个八卦吗？嘿。哟，我唔知讲你样这呢。啊，这就组团的，加团的啊，你团来。阮阿公传落阮阿爸，有，吼，啊，阮阿爸才传落阮两兄弟啊。阿伯你好，有，这叫做金山三界段葫芦社。是。阮这阵的历史就是大正11年，大正11年就是。啊，就是咱即马民国11年，差不多。总共一句就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啦。嘿啦。啊，有出去即马，佫有出去表演的，顶头啥物拢有。因为阮即马吼，针对是迄个咱文化的传承吼，啊，阮就是以学生啊，学生教学生啦。学生，阮就是平常时啊就较无，阮就是假日时啊。安尼哦。哦。啊，二人是主动来还是安怎来？阮来去鼓励，因为这吼，因为一般咱庙宇的顶头来讲吼。八卦算上歹学，因为伊爱背谱，啊，你爱算的囡仔，伊读册就无要读，所以你叫背谱。背这伊就更加无爱啊。系啊，啊，伊从哪爸爸教你讲要背这谱，你就讲我袂背，你会安尼袂？啊袂，啊就这就是唔知是迄基因的问题，啊就有兴趣。哟，你家就本身有兴趣。先天的啦。因为以早阮兜若放去盘吼，人是放流行歌啊，啊阮兜拢放迄个八卦。啊，逐工听，啊，算讲这是阮小弟，小弟啦，你，哦，啊，小弟原来对这有兴趣吗？你无兴趣，啊，你行迄边叫阮爸阮来啊，一支刀。安尼哦，啊，今日的曲目是啥物？比如讲，咱有啥物八仙过海啊，咩？啊，都我互你摇着，你来啊？八仙过海，无，伊内底有八仙这个角色，安尼，啊，这个曲目叫做啥物名啊？蟠桃大会。蟠桃大会啦。蟠桃大会啦，噔啦，咱先头开始。青山绿水，好啊，安尼好啊。喊嘞，奖励。八卦，哇，厉害！这三位英雄出少年，万车是的吼。啊，你当初时听讲伊要叫你来这唱八卦，
你是什么心情啊？足欢喜，足欢喜的。自细汉就有介意啦。自细汉就爱听这。厝的吼，惊讲吼后盖无饭食啦。哟。叫你爱读册，爱认真读册。哦，安尼哦。啊，厝的嘛是会当八卦嘛是会晓，嘛是。哦，安尼。你咧？拄仔我看到恁有一个谱吼，有一本谱是有咧看。哦，老谱。无，这本偌久？这本偌久？这两本吼，这个看起来就是900年的历史。这是讲6五什么上啊？我讲六吼，咱爱念六，有爱念乌云的乌。啊，公呢？公就公。啊，这个叉叉就车。上了香。咱世间唔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对。啊，咱这是相依乌流还共车。相车共流共欢流无异乡，安尼啊。哎，你讲唱一遍，你讲唱一遍，那较慢呢。相车共欢流无异乡，相依有那个还共。无啦，这个叫做公车谱哟。公车谱，公车谱。这本册已经是放差不多。要食100通年，大正11年，对，大正这有够久的呢，太厉害。哦，你看古早年啊，哟，这就是咱较早彩排古早出阵用的迄机啊。其实这机啊吼，这就是咱出阵爱一个门面啦。对，码头还好，互大家知咱是啥物远看就看到这个机。然后你看这就是三角机啊，四角形的是彩排，毛毛头旗，啊伊迄种规组的，吼。啊，比如讲，咱今日看这机啊吼，其实做历史，为虾米？还搁你问看觅这只屎，你甲摸落，会使摸吗？摸无要紧，是毋是冰冰？伊有冰无？啊，你去摸边仔物件，温度是毋是无同？为虾米是冰的？知影？为虾米冰的？因为这个机啊，差不多是60几岁到70岁中，因为这是差不多是日本时代甲讲好了后，因一种刺绣的一个工艺，啊，糯米那个铝箔吼，摕去卷迄个芥末纸，吼做这个烟囱，啊，伊摸会冰冰，所以大家拢叫冰囱。金属来去做，才有这款感觉。哦，你这即摆应该无人会晓啊。应该说有这个原料伤过贵啊。哦，嘛是有人咧做。可能我目前要不太多了，因为成本一直带起来会太贵。有。啊，这个是啥物？这个是 logo。logo 什么意思 ？logo 是更大路。哦。上古早是这款铁路，哦，这是阮上前摆就话这是铁路，啊，咱外口看迄个是大路。东路，啊，这就看叫一下。对。你看这有一个吼，这有写一个金山第2组，吼，为虾米伊有分组？因为日本时代吼，政府要甲咱管制，吼，讲你这电头太济，毋是要出去冤家相拍去家反对，所以用组1组2组2组，你去抽卡看伊抽几组，吼，互你方便你管制讲，哦，你电头是啥？哦。歹势哦，伊即摆咱日头要落山，要落山呢，啊，人伊所以行会伤冷，嘿，啊，即摆是。会当睡觉，睡觉，真哦，我睡啊，哇，有。咱今日伫咧这首音乐当中，伫咧放花洗身躯，嘛是咱咧讲的放花咧洗婚书。这位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是啦，桂老师替阮安尼演奏这条叫做《相公车》，我咧当上车安尼。
无工商服务，无工商是工车铺。来，哎，不是，最后一团。这贵啦，这贵，我说，我就是跟你问呢，我嘛咧跟你问啊，有好耍无？够好耍的啦，实在，每一届拢无共。大概拢做新鲜，你上介意倒一抓？新鲜。有雅文的迄抓你上介意？你想讲我唔知？我会讲啊，逐抓我拢做介意，咱讲实在，啦，这季咧13集吼。吼，逐集拢足精彩，对啦。啊，真侪朋友拢对阮的节目吼足支持的。是啦。尤其是你有3集啊、4集无伫的，大家欢喜甲你知？是什么？不是啦，欢喜讲阮的节目有一寡变化。哦。因为你无闲出去，趁一寡有诶无的。请你讲话讲较紧。讲较紧，我会受伤。受伤啊？哎呀，已经受伤啊。你问6个，嘿，你有受伤无？无啦。有啦有。哎，每一届讲正实，你讲。第一抓落去迄个，你第一抓记吗？你会记吗？是结果啊，是结果啊。嘿啊，小是结果，你捌食，就是你小的。啊，第3集咧？哦，第3集就是这个阿辉啊，阿辉啊，你甲阿辉啊啦，阿辉啊，嘿啦。啊，第6集咧？你即摆是你讲考试啊？第6集是阮兄哥。你好买啊！你都袂记的，电台你的表现做好的，你都袂记。迄个新隆广播电台吼，已经会当算讲是安尼，规个台湾大家拢已经了解讲农业第一品牌，啊，搁有迄个来去即个婚林，吼，咱有去看迄个花，看去种花啦，对啦，啊花安怎甲包装，对，安尼送去日本，送花，送去日本安尼，对，哎，真厉害。哦，你安尼拢会记的。嘿啊，大概出来佚佗，我就感受到咱台湾的。哎，安怎讲？风土民情，嘿，风土民情啊，非常水的一面安尼。殊荣工商，喂，阿不啦？你这有素食无？当然有素食无？小姐，小姐，阿不啦？小姐，啊有伊啊无啊？免，我都看你们看死啊！我都无需要安尼。六阿哥伫遐呢，伫咧泡水，对。啊，六阿哥那会袂惊寒？伊袂惊冷啊。阮就定讲有牛，伊袂惊冷。伊上济差不多浸偌久？会使浸几工诶？看到伊真正会，就感觉迄个足感动的，你知影？就是真做一个哦，知心的爸爸甲即个翁婿安尼。你到底伫个你这个家庭内底，你好哥是从啥物？洗衫？我好哥的洗衫，煮饭、洗碗，还有趁钱。安尼哎，对，哎，我趁钱的对啊。工具人呐。安尼讲袂使啦。那这个工人有法度。做铁底，安尼就做素食啊，做素食啊，嘿啦，即摆伊百米工具课啦。啊，你甲牛砍起来。我牛哪砍啦？好，OK。六阿哥，你要当去啊咧？你有要起来无？哦，伊讲无喏。无袂使哦。六阿哥，你赶紧哦，再见。对。别看了，不用看了。六阿哥。感谢阿哥，真正是感谢的啦。嘿啦，就是感谢啦。啊，有这个公共电视台里台这个好节目吼，啊，甲大家全国咧结缘啦吼。对啊。啊，这是咱的算讲幸福啦，吼。啊，咱两个做伙出来拼，出来佚佗，嘿啦，安尼是上舒服。我感觉讲吼，是真正是感谢咱所有这个乡亲啦、朋友啦、兄弟姊妹大家吼，斗帮站、斗相挺。吼啊边，我甲太上安尼，这样伫什么柑仔店啦，什么凤冈头前啦、水池仔头前啦，吼，大家拢想袂到这个所在咧，伫遐洗粉丝啊，大家看。今日甲牛做伙洗，对无？连江，你往望甲六阿哥真正做伙洗，我就累，甲你答应，真诶。你毋免甲我答应啊，我就该累就好啊。你该累就好。对啊。好 ，OK。主要是我无爱啊。你无爱。六阿哥嘛无爱咧。够咸，好啦，好啦，圆满啦，圆满，我觉真正是欢喜。啊，emoji 呢？咱所有的朋友吼，无代志伫厝诶，嘛家己洗一下粉丝诶，
啊，浸只烧水的，寒气就会赶走，啊，身体就会愈来愈好。温暖的春天就会来到。尤其是咱台湾，四界到地拢是温泉，你若无利用温泉去浸者，伊若对你去这个国家。哎，五叉。哦，这透早就计无用啊呢。啊，就今日都办活动啊，所以早早来开啊。今日几个人来遮参观？差不多4哦，40几个要来猜啊。40几个？对。哇，好，谢谢啦。好，谢谢。这几天的照顾安尼。啊，因为咱有这个准备一个礼物吼。真好意思咧。哎。你在家咪食你的卤肉嘛，食啊！你的卤肉，我连讲一定搁要来食你的卤肉。系啊，太好食呀！对。来，这个要送给你。你拍开看卖啊！现场就拍开看卖啊！哇，好可爱哦！这是什么？小看者，小看者。这是解纸雕啦，对啊，解纸雕艺术家做的安尼，啊个水牛啊呢，啊这是六阿哥啦，六阿哥啊，有型吼，有，啊这位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安尼啦，我都是台湾人，我是日本人，来翕一下，大家翕一下，我翕一下自拍，好，来我翕一下，小等你来哦，好，来。OK 啦，谢谢 OK 啦，谢谢啦，谢谢，好来啊，谢谢，顺利，大家顺利哦，谢谢，好，来去，金山圣公金啦，啊，咱以后拢不行咯，嘿，啊，落经过时再甲采用佚佗，啊，你有罗马村这啊，没问题，谢谢哈，OK，伊逐工拢唔知，逐工敲电互你，无啦，我啦有声音啫，啊，对，甲上，我嘛有物件，我嘛有看手呢，啊，对，上罗马啦，哎呦，罗马哟，罗马派用啦，导游啦，台湾黑豆做的酱油这样子，感谢，哦，这就是你刚讲的，你对，用台湾黑豆做的酱油这样子，就是迄讲咱食罗马就是用这个台湾黑豆，因家己咧做的这个导游啦，安尼哦，有啥物撇步，你再搞加一。OK，变哪煮安尼？无撇步就是来248农学市集就买着。啊，不能之间就来行销的。要来学车安怎种稻啊？吼，安怎报这个黄啊？就是来遮学者安尼。OK， 好不？干不啦？来去哦。哦，谢谢。好，谢谢。要开始无用啊啦，开始无用啊，嘿啦。落在这里哦。好，咱保持联络。OK，来的时阵再来采用生。当然哦，一定会再再来啦。OK，拜拜。好，路上小心。来，这里哦。好，不要这样。拜拜。好，谢谢啊。啊，出品特别感恩啊，谢谢。感恩。